为什么大家说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赶快早一点浮选呢？你为什么不赶快早一点去参与选举活动？去年选了1年还不够吗？那已经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选举的方式，其实都让市民会觉得很厌烦。为什么要选这么久？好，下来又是总统选举，也选了快1年了，啊，大家不嫌累吗？每天你看了我，你不累吗？那一通电话，其实我是打电话给韩国瑜说，哎，把张善政容易起来哈，责任重大，还加油啊！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朋友很简单的一句话而已嘛，那也没什么特别说干嘛都不干嘛，都认识嘛，就像我跟你认识一样啊，大家聊一下天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韩国瑜当然说，哎。所以说见个面啊，我说随时啊，所以有机会大家碰上面见面聊聊天 ，OK 啊，都没有问题啊。未来有没有机会在可能市长休假或者周末啊这种有一些浮选的行程，2个人就可以终于同台的？同台要看啦，我现在目前还是以市政为最主要的工作目标嘛。之前有时候你说硬要说站在一块嘛，除了说。那个时间得刚好，不然我现在工作这样忙的状况，有时候要看机会啦。有人机会就来嘛，这个机会其实都会有的，只是说我还是在现阶段对市政为最主要优先。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台湾选举是不是可以把它浓缩短一点，1-2个月就解决了，其他时间。大家好好的扮演自己好的角色嘛。像如果新北市在选举的话，那我就惨了。你想想看，我去年选了1年，选完了，好了，我一当选，开始总统选举，我要参加总统选举，我是不是还要做吗？是不是不要玩了嘛？那你选举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为市民服务嘛。所以其实我要考量说，为什么大家说，哎？你为什么不赶快早一点浮选呢？你为什么不赶快早一点去参与选举活动？去年选了1年还不够吗？那已经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选举的方式，其实都让市民会觉得很厌烦。为什么要选这么久？好，下来又是总统选举，也选了快1年了，大家不嫌累吗？每天你看了我，你不累吗？我这一辈子破了很多案子，帮助过很多被害者，那是我的工作，没有叫帮助，那是我应尽的责任。他们都很希望我谈大家耳熟能详的陈建新事件，甚至有人给我建议，要挂卡看板，把你当年英雄死鸡抱小孩的拿出来。当文宣来操作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答应。我说媒体的自动报道，我就自动说我没意见。但是你要我去挂看板报这个，我做不到。甚至当年被抱的小孩子也回来了，他想来帮我，他想还回我跟人情，违背了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可以赢得很多人，把那些故事拍成一个影片，非常棒。但是我是一直觉得，有一件事在我的心理上还是有一些想法，那是别人的痛苦。不要用别人的痛苦的悲酸岁月里面去建构你自己的成就。我觉得选举就是选举。你知道也好，忘了也好，那是我应尽的责任。